跳水讲变成意外，互一个司机瘫痪。新北市高中体育班有一个姓张学生，去年11月份，伫游泳池训练结束后来，留来家己继续训练，想要到伫跳到第3摆的时，真意外，头壳去弄到游泳池的底，去伤到颔骨骨，造成司机煞袂振动瘫痪。代志发生后，因老爸呢将头颅撕掉，亲身伫甲照顾，做伊的看护，该复健、按摩、抓铃。这个意外讲有可能是校园游泳池的深度无够。少年囡仔徛伫跳板顶面，准备要跳水。一落水了后咧，人煞无向前收起，边仔教练赶紧去查看，原来跳水煞意外去弄到游泳池的底面，这骹手拢无知觉。有意识可以憋气，脖子以下都没办法动。张氏少年才17岁，已经经过3次的大手术，每工由爸爸持续帮忙按摩复健，对去年11月到即嘛。其实内心里面也是很累，然后很疲惫，可是为了自己的小孩子，还是要继续的撑下去。原来当时这个少年囡仔甲教练做伙咧进行跳水的训练，前2届拢无问题，一直到第3届跳水了后，这头壳去弄到游泳池底部，致使伊4、5载这个颔水骨折去，腰骨嘛损伤。家长发现讲游泳池深度无符合规定，前后水深只有81公分，中是105公分，但是这规定必须要135公分。我们学校的游泳池其实符合跟全国各级学校的教学游泳池的规格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教育局的报告里面讲说，疑似学生的动作不协调，导致这个结果。家长质疑，敢讲只有比赛游泳池，这深度则需要符合标准嘞，因为深度无够。害张氏少年半身不遂。